Hello，大家好，數下手指先，好耐冇見過啦，係啊，因為曼聯相隔咗24日先至有波打。點解咁耐呢？因為之前有國際賽期啦，今日再加上足總杯，亦都冇曼聯粉啦，加加埋埋超過20日啦，一個好長好長嘅停賽期即係一個冇比賽嘅日子啦，唔好話停賽啦嚇。雖然之前曼聯都去過，即係離開卡靈頓去咗出邊集訓，咁但係一個咁長嘅以逸待勞咧，主場對住列斯聯咧都賽前都有啲擔心停得太耐。雖然有啲嘅國腳喺國際賽期有出去為佢哋國家效力啦，咁佢哋就好啲，但係有啲就曼聯嘅球員就係完全係呢個24日咧係齋練波嘅啫因為曾經同啲教練講過咧，就算你球員喺訓練之中練得幾好，個狀態幾好等等咧，係冇一個競爭性嘅比賽咧，去俾佢哋去適應翻咧。無論體能心理上生理上咧，都係冇一個真係正式比賽嚟得更加重要嘅咁所以話呢場波係咪曼聯係踢得差嘅？即係我哋首先要承認先踢得唔好啦。嗰個用人方面係仲係都係有啲保守咯，我覺得就不過相反列斯聯就因為之前佢哋都有踢過足總杯啦所以就佢哋都有借住呢個比賽去即係備戰呢場賽事咧，見到佢哋即係有備而嚟。當然佢哋喺分數上啦，亦都係需要攞分去護級啦。嗰個心態相信咧就係比曼聯係更加優勝，因為而家曼聯喺前列嘅位置啦，應該而家喺爭前四，唔使爭前四啦，爭前5都得啦，因為英格蘭球隊咧下季嘅歐聯咧有5個席位因為嗰個英格蘭球隊喺今季嗰個歐洲賽表現好所以又會多一個席位所以穩陣嘅其實就。不過呢場波就不得不承認就球員咧入局係比列斯聯慢嘅當然就呢場波可能好多球迷都將個注意點就擺咗喺馬天尼斯個紅牌啦首先都係講下個紅牌啦。其實喺馬天尼斯即係我諗有少少扯即係掹咗掹卡帕路雲嗰隻計啦，嗰度都係我覺得有少少意外地啦，即係唔係話全心去侵害對方，或者係去好大力咁扯個對方，但喺呢個扯呢個頭髮掹到呢個頭髮之前，其實係卡帕路雲係有打中馬天尼斯嘅，咁所以就話如果呢場呢個判決嘅話，因為而家現時嗰個球例就係當係一個叫做暴力嘅犯規，但係呢下動作當然啦，你話我諗扯個動作睇你大唔大力，即係咪好蓄意咁去傷害對方？呢下就覺得有少少嚴咗嘅，咁但係條例就死嘅，你如果跟例就一定趕你出場啦，咁就即係馬天尼斯呢個就蝕咗張嘅，咁但係佢呢下動作之前俾人打中嗰下，咪都應該 review 翻，即係睇翻咧，即係成個發生個場面係點樣樣，唔好淨係睇後邊嘅動作，要睇埋前面嗰動作咯我覺得就有少少針對啦，少少即係覺得唔 fair 啦，唔公平啦，咁但係冇計，即係如果係球證迪恩尼要執正嚟做嘅話，都係啦，跟足嗰個球例去做咯，咁你都冇吹佢唔脹係咪曼聯今場因為個陣容方面麥加就即係停賽啦，即係上場亦都係有少少即係嗰個被趕出場嗰下咧，嗰個犯規都有少少過，即係有少少被針對啦。即係當時其實嗰場波係之前對方有一個相同嘅動作，就冇吹到，咁但係就吹麥加亞就食咗即係佢嘅停賽就令到今場啦嗰個排陣容方面咧就約羅就拍住馬天尼斯，咁馬天尼斯都啱啱傷完冇耐，可能亦都係列斯聯就即係
窺探到呢一點啦。你見到約羅唔係一個好硬淨嘅中堅嚇，馬天尼斯亦都限於身高啦，咁啊等等，所以都係用兩邊嘅拉扯斬個波埋去嚇，咁啊製造一啲機會啦。列斯聯就蘇爾馬沙拉維啦，咁啊另外就因為文路嘅之前練波應該傷咗，文路就出唔到，就落咗呢個烏加迪，都有啲烏加迪都應該下季都應該走㗎啦，大家都對佢都已經係冇晒信心。咁啊迪亞路啦，咁啊班奴啦，古亞前面單箭頭就石斯高嚇。你可以見到曼聯即係頭先都講過啦，入局係唔夠快咧嚇，特別係執個 second 波都係唔夠列斯聯咁有鬥，即係個搶個 timing 咁好啊！正如第一球就係奧卡科入波之前係啦，雖然佢企個位置就啱啱好，就啱啱好射咁，但係又係卡法路雲啦，嗰個動作應該係打中咗約羅，即係一個不自然嚟伸展嘅佢哋，咁但係又冇吹到，咪爭頂嘅時候，約羅就又係蝕咗啦嚇。咁先至個波輾轉間落到奧卡科嘅腳下射入，咁呢個係咪又要睇翻有冇犯規嗰下咧嚇？係咪一個唔自然嘅動作咧嚇？咁總之今場波就都係卡法路雲嗰兩隻手啦，個手係個動作球證都冇睇到。我哋係咪話係咪因為呢兩嘅少少被針對嘅判罰啦，導致曼聯輸波嘅，亦又唔係話完全係咁，始終大家踢得唔好啦。不過喺下半場其實即係當對方領先兩球啦，第二球都係啦嚇，又係自己為咗解決就解，頂嚟頂去咁啊，點樣清唔到個波之後，又係最嬲尾又俾奧卡科射入嘅嚇。即係呢啲都係怪自己嘅少少嘅犯錯啦，自己表現得唔好啦嚇，解圍又清唔夠。不過喺打少一個之後，下半場其實睇翻三中堅三後衞嘅陣式咧，曼聯係搶翻好多攻勢。當然啦，你可以見到其實因為列斯聯有兩球領先在手，可能會縮得後少少亦都佢覺得有兩球嘅cushion波喺度，就唔需要同你攻得太快。雖然佢哋踢多個顯示到曼聯就更加多攻勢。其實呢場波就上半場就大家11個踢11個時，曼聯係踢得唔好嘅。但係下半場咧，略為咗改善就可能就因為曼聯要攻，列斯聯亦都有兩球喺手，就唔需要太急，所以令形成到曼聯係多咗好多攻勢。咁即係由卡斯美路即係頂入卡斯美路佢入波啦，結果係輸咗1-2啦停得太耐係咪一個藉口咧？其實就我都唔係好識解釋嘅嚇，有時當然就停24日就好似多得滯嘅，即係太耐唔踢波係多得滯。你話2個禮拜都仲可以接受咯。有時啲球員嗰個心態亦都係可能會即係有近季尾啦等等，可能個位置即係而家曼聯個位置又處於叫做俾一個舒服啲嘅位置啦嚇，唔需要話個心態唔需要話太扯，所以令到呢場波就係咁樣嚇，係啦。但係呢場波嘅輸波會唔會令到卡維卡個分又減少咗咧？咁卡維卡最後都有批評嘅，即係佢話對於馬天尼斯嗰個紅牌係好 shocking， 即係好震驚咧嚇。咁當然班奴咧就話其實想即係有記者問佢啦，到底呢個判決點，佢就話費事啦。即係總之你一批評球證就好麻煩嘅嚇，即係唔好投訴太多。咁又冇呢個評論啦嚇。列斯聯就即係都呢3分絕對係救命波啦，係嘛？你見到即係喺嗰個護級方面啦，亦都係呢場波呢個勝仗係佢哋45年嚟第一次奧脫福再贏波嘅。攞咗寶貴嘅3分之後咧你而家見到嗰個榜尾形勢就狼隊搬嚟都應該走唔甩㗎啦，熱刺就排尾3，但係而家列斯聯就36分啦，同呢個安全線又有6分，即係同呢個熱刺有6分嘅差距。你話即係其實仲有邊幾隊波可能要陪呢個狼隊同埋搬嚟落翻去英冠咧？都係不出列斯聯啦、森林啦、韋斯咸同埋熱刺啦呢4隊。而家
列斯聯就形勢就好翻好多啦嚇。咁啊，至於曼聯方面，而家就有55分在手啦，同呢個阿士東維拉都係一樣嘅。咁但係唔緊要啦啊，即係少少好彩就係有個歐聯有5個席位嗰樣嘢啦嚇。咁但係就不能夠掉以輕心嘅，因為係啦，利物浦52咁啊，車仔係48係啦，都要唔可以太過大意啦，特別喺季尾裏邊啊，同埋阿卡瑞克都要爭一啲，即係再加啲爭呢個印象分翻嚟啦嚇。曼聯琴晚嗰場深夜波，可能好多球迷都冇睇，我都冇睇，我咯今朝早係睇翻起身先再睇嘅啫嚇。咁就嚟緊仲有2場嘅深夜波啊，分別就係作客對車仔啦，咁啊跟住就會主場對賓福特。呢2場絕對係難啃嘅，因為車仔啱啱輸完波啦，咁啊即係又有主場之利，佢哋都要即係爭分去鞏固佢哋嘅位置啊。賓福特就風流波㗎啦，今季幾乎上就已經係冇乜。佢哋唔係風流波，係有機會，應該係更正翻，唔係風流波，有機會爭入去呢個歐洲賽啊！即係而家佢哋排喺第7位嘅，即係同第6位嘅車仔都係爭1分，即係唔係做風流波啊！我頭先以為佢係風流波，唔係，係想爭分數去入踢呢個歐洲賽嘅，所以嚟緊2場曼聯絕對係個硬仗嚇！忘記呢場波啦嚇，踢得唔好係真係唔好嘅嚇，列斯聯係表現好啲嘅一方，特別喺上半場嚇，佢哋未踢多一個人之前嗰個優勢都有嘅嚇，所以呢場波就我諗輸有幾樣因素啦。曼聯就停得太耐，停場即係冇比賽太耐啦，球員嘅心態啦嚇，傷病啦，喐咗2個位啦嚇，麥加亞同埋文豪嗰個位啦嚇，或者嗰個唔敢大膽啲。嗰個用人方面咧，可能都要諗一諗呢樣嘢啦嚇。係啦，再加埋球證嗰個判決，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咁啊，導致呢幾方面絕對導致今場係全失3分嘅。好啦，唯有下場繼續努力啦。咪講住咁多先，拜拜。